台南市议会新春开工上午10点，由议长郭信良带领座位的议员、甲议会员工，先伫个大门口来分享祝祷，望新的一冬工作顺利。在这边，上这边，例行。现场包括市长黄伟哲嘛，带领市府团队共同出席议会1楼大厅的团拜，府会同仁双方互相祝贺，场面热烈。会中议长甲市长致辞时表示，因为过年前台南传出新冠疫情本土的病例，配合中央的防疫政策，甲开放大型的疫苗施打站。伫个过年期间，大家才会过得平安。而且带领着所有议会伫这个时间来举办着新春团拜，希望大家为大家能够带来好的运气，让大家工作更顺利，议会运作更流畅。市长呢，昨天来讲咱要团拜，特别真诚心来参与着这届率领议会主管，在此伫遮致上12万分的感谢。伫过年时，台南市呢有新冠肺炎的确诊案例，这同时呢，就呼吁大家要戴好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，接种疫苗，并确实做到10年制。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，好好的工作，代表大家都有做好防疫的措施，配合台南市政府整个政策的宣导，也代表我们大家都非常有福气。大家都平安健康，借着团拜的机会，大家都能够共聚一堂，就像在议会开定期会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一样，大家共聚一堂，希望说能够为市民谋福利。那尤其这段时间很感谢议会在防疫工作上给我们的指导。那议会本身又成为大型接种站好几次那让市民朋友接种起来很方便，而且布置得很漂亮。那一方面欣赏美丽的艺术作品，一方面又可以接种疫苗。那我们的台南的防疫工作做得很好，那大家都很感谢议会各位先进的支持。面对新的一冬，加上今年底佫是选举年，议长嘛望所有的员工要做好准备，因为临时会、定期会将连续而来，望新的一冬有好的表现，呈现新的气象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